听没有？啊随身碟嘛，啊，台语随身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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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确定。好，来，我问老师，老师是不是随身碟？安尼就你啊无菜。哎呀，了解，来，一人两摆，随身珠盘，随身珠盘，等，无紧，尽量，来，随身资料碟，哦，随身资料碟，老师对唔对？你要讲遮长是哦？不三字就好啊，减线较7减的。随身碟。哦，OK，好，安尼恭喜。音的问题啦，嘿，英文问题，好，来分数。恭喜得到第3分哦。来，听老师解说，嘟嘟啊，倒位唔对啊，来，来，就是咱的随身碟嘛，是哈，那直接翻就是随身碟。碟碟，啊，咱步腔较悬啦，啊，若北步腔你讲随身碟，会当较低，吼。啊，咱嘛有另外一款讲法，就是讲因为啊，这个随身碟啊，咱迄个资料嵌伫内底有无？吼，啊，咱毋免搬咱的电脑啊，你甲插咧就会当，知影资料啊，对，就有迄个资料嘛，吼，所以咱安尼买当讲便插。便插，足方便的，甲插落就有资料啊，便插，便插，哎，